來關心國際消息，法國甲西班牙這火燒山的範圍是一直咧探，已經超過消防隊的負擔。兩國加起來是已經超過20萬人撤離。一直咧英國是有一間肥料工廠爆炸，雖然這火勢是已經控制，不過當局也是呼籲民眾要愛甲門窗關好吧，防止毒氣危害健康。為直升機甲無人機空氣畫面會當看到，地面由有藍山的火力燒傳出爆炸的廠房，甲邊仔的車輛、農田攏燒甲烏麻麻，親像遭到大轟炸共款。代誌發生的地點位佇英國首都倫敦東北東方大約80多公里的埃塞克斯。英國媒體報道指出，當地工業區內的一間肥料工廠傳出爆炸，火勢影響附近其他工廠甲停佇邊仔車輛。附近居民指出，代誌發生迄當時的一陣天搖地動，真驚人。There was a big fire in a big barn. I don't know if you'd call it a barn, industrial unit. And as I stood there, it suddenly went bang, shook the ground. People came running away from it. Two fire engines got totally wiped out. Firemen were running away. One dropped to his knees in front of me. 因為煩惱發生火勢的肥料工廠，有毒氣體佇火勢中四過飄散，當地政府甲消防單位呼籲民眾將厝內的門窗關好嚴，以防止意外。更較嚴重的火勢出現佇歐陸的法國甲西班牙，拖燒幾啊日的森林野火，互相互對皮片喘。其中佇西班牙的部分傳出大火的阿維拉，離首都馬德里也無90公里，表示西班牙政府宣布進入全國緊急狀態。法國的野火地點是佇西南部的吉倫特甲隆迪兩個省份。外電引用西班牙電信官員的話講，火勢範圍甲嚴重程度是當地有史以來上嚴重，已經超過消防員會當應付的程度。所以法國甲西班牙攏下令居民撤離。目前方面撤離甲主動逃難的民眾總計超過20萬人。公視新聞七家人編譯。